1990年3月17号，中华职棒第一站正式开赛。国内职棒的成立，是我国继美国、墨西哥、日本、南韩之后，成为世界上第5个具有职业棒球的国家。第一场职棒比赛，统一赛对阵兄弟象，第一局上半局，统一赛一口气摕到2分，王俊良拍出中华职棒第1支home run，上尾统一赛以4比3拍败兄弟象，双方精彩对战，让观众有真深的印象。2006年3月17号，一台自台东开往高雄的96次机工护火车，在屏东败马，造成1死2伤。出轨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在调查。经过调查发现，这段铁轨路捌互人破坏过。这是自2004年开始，李湘全和李泰安联手翻过一连串铁轨路破坏事件当中的上尾一件，就是这摆失事当中死亡的陈氏红厅。互检察官发现案情无单纯，开始侦破这件浪费铁道的变轨案。